香菇、红葱头，炒好了，它有没有熟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要跟米一起，这个米已经泡水了，我们要跟这个米一起煮。我们吃饭的米就可以了，喜欢吃糯米也可以放糯米，但是我们就是用一般吃饭的米。我们要让它进电锅之前呢，我们放一点麻油，比较香，一点点。饭煮熟了就可以吃饭了。简单。哦，今天的晚上丰富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再有什么？现在有这个腊肉芋头饭，哦，漂亮。除了这个饭之外，其他的都是菜园里面的东西。你的东西对，它的菜园里面。 ，fantastico。 Buon appetito！ 这个是几个人的晚餐？我们3个人的晚餐，然后不会再多吗？然后这里他的 idea 就是晚餐通通要吃光，啊，对，所以我们3个人上面有至少7个人的饭了。很大，很大，很大，很大。对，好，通通要吃光。开始吃吧。吃，哇，真不行。吃看看，应该好吃吧？好香哦，哇，很香哦。好吃啊！腊肉，好的，很不错。而且 QQ 的 QQ 的猪头皮，腊肉猪头皮，蒸一蒸之后变 QQ 的。喜欢。